换转来看咱国内，高雄市区的一大工地最近互发现有顶差不多2层楼高的建筑废弃物加垃圾土，而且无砍的规个是硬碰碰。市府讲这是合法拆除的工课，不过因拆落来的物件甲营业确实是无合规定，所以下令停工甲裁罚，嘛要求要限期改善。 真侪铁基啊、红毛土，这建筑废弃物加土沙拢蹲伫工地内底无热砍，风一个吹就有土粉扬飞。高雄民生1路这个工地8月中拆除的时阵，铁架倒去，即马真侪废弃物囤倒转去蹲伫遐，附近的民众烦恼土粉变霉网的问题。灰尘这个你看，整个都是很严重呢。上面都是。因为我也不知道它工程是会多久啊，尽量就是不要拖那么久这样子。 废弃物甲土沙伫市区蹲差不多2层楼高，初时早起工人伫个现场有喷水，较袂死价杯。工务局早起到现场会勘，表示现场是合法拆除工程，9月22才拄啊拆线。建物有地下2层，爱先囤土，才袂崩塌，确保拆除安全。 零件混合物的部分它现在现场在进行分离，需要合法的在现场设置一些相关的防护措施，以及相关的一个防尘、简易扬尘的一个设施，这是依法应该做处置的。所以我们会针对这个部分依建筑法来进行一个开罚动作。零件混合物未符合设施标准储存规定，违反废氢法36条规定，除裁处6000到300万元罚款外， 并限期改善。工地早起早拄啊开始砍布棚，虽然是合法的工程，不过相关的防护也甲蹲坑无合规定。高雄市政府依照建筑法甲废氢法开发，工务局现场嘛要求施工单位限期3天内先分类各清运铁架啊这个废料，用布棚遮砍，避免土沙扬飞造成民众的困扰。记者采访报道。